刚刚就有提到，因为前后算起来是9个赛季，但是以中华职棒目前的现行规章登录是，哦，哇，这个球，但狮头球直接往林智胜的头盔招呼了过去了，哇，这个意外对林智胜来讲啊，哇，近期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一军阵容来讲，那因为这个地方打到比较没有保护的地带哦，可能是直接往后脑勺这边招呼过去哦，哇，这个完全是狮头球啊！说的这个球忽然间来，对打者真的很难闪。就看起来应该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打在头盔上面。一开始本来就可能觉得会有点比较接近颈部。哇，对大师兄来讲，真的这几个赛季啊，因为健康的情形是真的让他想要挑战，先不讲300轰好了，先挑战289轰，其实就困难重重啊。